来关心乌克兰顶日是头一摆用美国提供给因的陆军战术系统去攻击罗西亚。美国随着收到情报，讲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空袭，所以因赶紧家伫乌克兰基辅的大使馆关起来。了后呢，意大利、希腊这国家嘛赶紧对咧关。不过，今麦上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已经对外表示，大使馆日一定会恢复运作。基辅也有其他地区的空袭警报一直响，乌克兰空军讲有飞弹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甲基辅大使馆关起来，因为有可能发生重大空袭。几点钟了，乌克兰当局要求百姓提高警觉。意大利、希腊甲西班牙也因为美国方面的情报，甲大使馆关起来，对几类国家的使馆拢关起来，俄罗斯无回应。Extremely seriously, and that's what led to the change in posture today, and we expect it to resume normal operations tomorrow. Воз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за оставшееся для них время. Вот вчерашнее решение по ракетам, по ударам по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зможно, также и решение по этим минам. 乌克兰第19第一遍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系统 ATACMS 攻击俄罗斯。27天天也未光，就人讲听到几多遍爆炸的声音，也阁看到天顶有火光，应该是防空部队正伫咧抵抗俄罗斯对基辅的空袭。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讲，俄罗斯也利用网络散布大规模飞弹加无人机攻击的假消息，想要制造惊吓。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щось особливе очікуєте чи? Не знаю, я вважаю, що так. Мені дуже, як сказати, страшно так. З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саме з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бо дуже багато пабліків пишуть. 另外，彭博社引述西方的一位官员消息讲，乌克兰也得到英国答应，使用英国提供的暴风之影飞弹，第一遍射向俄罗斯的领土，来回应俄罗斯部署的北韩部队。暴风之影是英国甲法国联合研发的巡弋飞弹，上大射程250公里。伫同这个时阵，美国总统拜登也已经同意提供乌克兰能源杀伤地雷。有一位国防部的官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美国正伫咧加强援助，拖慢俄罗斯的进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